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我係新教育嘅中文科導師許 Sir。暑假就嚟到啦，我都想問大家啊，除咗玩同埋旅遊之外啊，你哋會唔會抽一啲時間去處理中文科嘅學習問題呢？升中一嘅同學同埋家長，如果你問我啊，DSE 應該邊個時間準備先至係最合適？我認為就係升中一嘅暑假就應該要去準備。我哋呢個升中一嘅中文科補習課程，除咗要俾你哋喺閱讀同埋寫作兩份卷之外，俾你認識到初中同埋小學有一啲乜嘢分別之外，我哋亦都會預教3篇嘅課文，而嗰3篇嘅課文係好多學校喺中一嘅時候上學期係一定會教嘅。升中二、升中三同學面對住選科嘅挑戰中文科嘅成績更加不容有失。我哋喺呢個升中二、升中三嘅中文科補習課程，除咗係會教記敘嘅單元同埋預教2篇嘅課文之外，我哋亦都會提供萬用嘅寫作框架同埋佳詞佳句，俾你面對住任何嘅題目都能夠發揮自如，得心應手。高中嘅同學面對住文憑試嘅挑戰，我哋會揀選其中1年嘅公開試閱讀同埋寫作卷作為一個重點嘅訓練。同時，我哋亦都會透過 AI 科技去處理你嘅寫作卷、實用文卷同埋閱讀卷嘅評論題同埋分析題，俾你一個全面客觀嘅分析同埋回饋。同時，亦都留意我 YouTube 頻道，我哋亦都會係繼續上傳相關影片，俾你可以喺屋企裏面都可以有溫習嘅機會。我哋嘅課堂會喺7月20號至到8月29號進行，全期4至8堂。如果有查詢同埋報名，可以 WhatsApp 去通知本人。我今日講到呢度為止。